嘿，较细来。好，嘿，安怎？安怎？啥物安怎？啊，你今仔穿甲安尼是安怎？看嘛知影我要去夜店，夜店？是毋是？你是收红吧？毋是穿红，是无够黑。无够哦，啊，穿到这红是咧创啥？穿到这红，一定爱的人才知影我的身份地位，啊，搁有这有金手指，对无？咱一去就这是啥？这是啥？金手指，乌金的啦。塑胶哩咧。塑胶，你夜店你咧跳时，伊定定弹出去我无要紧，这嘛是拢无要紧。你扮黄的你？这哪有要紧？你家翘起来。免啦，免啦。免翘。你这安怎？这摆是安怎？biu 哦，啊，较无用美金。哦，江湖咧行，嘿，对无？这个新台币爱走。你互大家看呢？这无要紧。加东加西安尼咁好？这无要紧啦，安尼咱有看到安尼就好啊，是毋是？啊，搁有这若警察要临检，随时拢有检查。来，有咧看册呢哦，有咧啥物品啥哦。证明卡。来，爱去夜店嘛是爱看册，知无？需要。啊，咱今仔日是要去夜店啊？要去夜店？嘿啊，这就是要去夜店啊。会逼啊！我今仔日有一位朋友哦，我甲你讲，哦，伊少年时阵生干那啥的 ，Party Queen 哦。Party Queen。Party Queen 无？啊，我应该有熟悉吧？我。你应该是有捌啦。王万栓。王万栓哦，哎呦喂啊，真久无看呢。有。哦，今天有厉害。你真厉害！头转。今天叫喜欢，这叫喜欢呢。哇，你少年时阵真正有咧耍哦。伊真是更低人的。你目睭会疼咧。哇，恁今日两个。等下，小跳妹。有甲我拢走出来，你看。小跳诶，即摆有年岁啊，真正无法度。我无亚准讲你走入来跳遮久呢，我想讲跳一下就好啊。是哦。我是在你的时阵差不多24岁尔呢。啊，你即摆差不多即摆42岁啊吧。你啦。差不多。啊，我较早少年的时阵，嘿，其实嘛最爱甲朋友去夜店。有咧耍，有咧耍。有咧耍，因为台北市暗时的时阵，就夜店上好耍。对。裙穿短短啊，甲朋友啉一寡小酒。啊，即摆裙啊穿甲遮长啊。即摆有年岁啊。有年岁啊。安尼我较少年哦。是。我即摆有年岁啊。我无法度去迄个所在啊。无法度，啊无你拢去对。我即摆较介意台南啊，高雄。我妈妈台南人，啊台南物件好食嘛。啊伊个古城，足古色古香。我即摆足介意迄种感觉。哦，啊，毋是去踅古城哦。啊，尤其是透早的时阵，看起来是足古色古香。啊，暗时光拍开了，迄个感觉都无共款。敢若行去较早时阵，啊坐伫遐啉茶安尼。啊，伫遐爱河安尼行啊，足慢活的。哦，无共的气味就对啦。这就无共。哎呀，你就无适合去啊！你看你穿甲安尼。我无适合去。你即摆怎样啊？我读册，我无你无看我有成品卡，你敢有成品卡？听无？真济哦。哦，谢谢。无啦，啊，今仔日迄个是谁要带咱来哈？矿山会教恁小解暗时的足好耍的所在，啊，咱来欢迎一下矿山。哦，是啥暗时伫遐足彩的啦！大家好，我是看甲日头晒较撑，过道较出门的矿山。今仔日咧，听讲要介绍的所在是愈暗愈精彩，愈暗愈好耍哦，是对咧，咱来看一下。今仔日咧要介绍的，就是咧，阮讲啊，足古早味的鹿港，而且呢，阁有真侪读册人的故乡嘉义市这两个所在。大家敢知这两个所在其实黑暗的时阵有足侪好耍的物件哦。所以今仔日呢，阮的导览城市就要来甲你好好介绍。首先呢，阮来欢迎阮的鹿港的在地囡仔阿凯。阿凯，哇，哦，阿凯
少年的少年家，嘿，较济讲安尼。嘿，伊有经营一个 podcast。一个节目专门咧用迄鹿港腔来介绍阮鹿港的故事，而且呢，伊细汉就伫鹿港大汉嘛，所以呢，伊讲啊，若是要好好熟悉鹿港，一定要暗时来。对，暗时有啥物好耍的，等下就互你好好甲大家介绍，请坐。刷落来这位足特别的哦。这是为鹿港安尼慢慢啊大汉的，这个是澳门人哦。澳门人，嘿，澳门人哪会知影嘉义市有啥物好耍的？咱来欢迎阮的 Yuki。好，嘿，伊是澳门人，伊是啊，过来台湾，伫阮的嘉义。伫阮的家己做家己好新妇，台语嘛是伫遐学的呢，就是来。你拢听有吗？听有个足够讲的，嘿，所以啊，等下伊就要来甲大家讲，其实啊，家己暗时的时阵嘛足好耍的。等下呢，有啥物好耍的物件，就互你带大家来去看卖，请坐。欢迎两位。阿凯是正港的鹿港人，系啊，嘿，几岁啊？我今年34。34，就少年呢，普通啦，咱大家拢差不多啦，差不多。哎，你我真敢讲的，你来出世啊？中华人拢好人啊。所以你自细汉到即摆34岁，你毋捌离开过？有啦，我有离开啊，我是后来去到嘉义，去到高雄，去到台北，冇出过国安尼。对，我是即阵我倒来鹿港的时阵来做 podcast， 开下之声呢。啊，你去过遐济所在，想要转去你的故乡鹿港啦？免出社啊，到厝内免出社，就是免租金嘛。哦，出社啊，出世钱，不是出社，鹿港腔嘿，所以今仔讲的一个台语拢是阮鹿港腔嘛。台语，嘿，阮讲台语安尼。啊，鹿港是古城，透早其实袂歹，暗时是要去对。对，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我嘛唔知会当去倒。你嘛唔知，但是你来玩。无，但是为着今仔日我设计了一个旅游的路线，会当带大家来看看。这是确实是一般观光客罕你看到的鹿港啊。是，这我真正想要听。系啊，我嘛是。连咪才好啊，甲我介绍。无问题。而且Yuki讲，澳门人呢？你好，澳门人。澳门对。啊，你也要讲台语？会晓讲。来家己了后，就真正生活伫这片土地了后，才会晓的。你几岁过来台湾？几岁过？其实10几岁就来读大学。哦，你所以今嘛其实已经13档啊，来台湾。安尼。对。啊，现在想讲要选择讲过来台湾。过来台湾，其实我选伫台湾呢。对啊。对，我想要来遮读册。过来就拄着家己人，爱着，你是因为爱着迄个恁翁，还是爱着家己这个所在？爱有即有，迄种感觉，拢爱。哦，爱着因，爱着人，爱着伊爱着这个土地，安尼才有趣味。欢迎哦，欢迎。所以咱今仔日倒位先。互阮的阿凯先来甲阮介绍阮的鹿港，好，欢迎阿凯。这位来鹿港啦。23时，建议是差不多暗晡啊时才来，这个时阵东客拢走了啊，所以剩的空间无走路啦。你看讲走路，你讲是观光客拢走了，都走了，拢走啊。马玩，阮鹿港人会读做马会，所以就是咱看到咱今仔这马会哦，这是我感觉全世界上好食的马会哦，3代祖传。你看嘛，这个图。哦，你有去咧？这暗时，这是你呢？啊，我这穿这是饭店。我看香香感觉无爽快。什么无爽快？各位来鹿港啦！大家好，我是阿凯亚之上的 podcast 的王基凯，刷来就倒我来鹿港暗时行咧，来酷哦！
现主是你所看到是阮鹿港，还是讲我感觉讲是我个人感觉全宇宙上水的一间古庙，或者龙山寺安尼哦。我常常带朋友来鹿港的时候，我认为是建议是差不多暗晡啊时阵才来，因为这个时阵对伊较凉啊，对你公客拢走了啊，所以剩的空间就是阮的空间啊。走了，观光客拢走了，走了，都走了，拢走啊，不是拢走了啊，你去鹿港观光就走了，你嘛拢走了安尼哦。啊，这间龙山寺应该是全台湾就是上大规模上大的龙山寺哦，而且伊这规个整个建筑的规模，差不多几百年前清代的这道光年间都起好了，所以我常常伫遮的时阵，我伫咧想讲，较早的先人到底是要哪伫这个无建筑师、无这个建筑图的状况起了一栋遮尔啊水的这个古厝安尼，伊等于了结合了鹿港的这种正统的泉州派的文化，迄就亲像鹿港人生活的博物馆啊，所以内底摆的是这观音佛祖啊。我家己啊，也是讲我一寡鹿港的遮少年朋友啊，反正伫鹿港生活，虽然讲但是反正拄着一寡生活当中较不如意的代志的时阵哦，暗时拢会伫即个时阵哦，天色小可暗蒙蒙的时阵哦，内底点着高灯，坐伫即个井仔骹来甲观音菩萨讲几句话哦，这是阮鹿港人我家己上介意做的代志安尼啦。这是暗时，你若日时的时阵啊，入去这个龙山寺啊，你会感觉。蓝可可啊！你入去这龙山寺了后，你坐你迄个树仔骹的时候，你讲真正时间无咧顶人的一个所在。就是看到迄个香火，安尼伫咧空气中安尼走，啊，毋过人拢安尼。啊，大家拢拼去，你热。嘿，拢拼去啊，迄感觉足好。是。所以迄当阵我可能就带朋友来遮，啊，暗晡啊的时候，阮鹿港遮的这主营社。迄是一个南管的一个乐团，会搁伫遮演奏安尼，所以咱想象伫即个所在，时间咱无咧行的感觉，啊，听到南管的声音，啊，看到即个观音佛祖，啊，搁有即个暗晡的龙山寺，我感觉这是我家己感觉鹿港上幸福的时阵安尼。即个吼，伊讲感觉鹿港上较浪漫的所在，你看嘛即个图。哦，我就浪漫的。你看，香无爽快，啥物无爽快？你倒会无爽快？巴肚的声，你是毋是穿我甲你讲，我住咧伊迄后壁有无？伊迄个饭店，啊，我这穿这是饭店。有无？啊，你又讲啊无咱喺龙山寺外口啦。嘿，啊无你搁用一摆。咱卖摕酒，你摕我的干啊！有成呢吼，有成。有呢有呢。我甲你讲，伫咧庙埕外口，迄感觉太浪漫了。伊迄个高仔顶有无？佫点起嚟的时阵，但是你摕烧酒，你唔好讲入去寺庙内底，迄是无礼貌。对。伫咧庙埕外口外口啊，穿这种衬托嘛袂要紧。OK。啊，对。我感觉。来，一点仔注意。等下坐。但是我感觉耗子这是正确的态度，阮嘛是拢穿衬托啊去龙山寺，这就是，迄虽然是国家的古迹，但是对鹿港人来讲的话，迄阵啊公园的当去遐散步，今仔去遐佚佗啊，迄就是鹿港的生活。迄生活你讲的鹿港的生活，真的是。所以呢，踮这龙山寺来运完了咧，我就伫暗时嘛，凉凉啊，这个秋风吼，我就带这个我的朋友吼，运到这鹿港的金星巷哦，咱来看后一张。运到这鹿港的金星巷哦，也是咱咧讲的九曲巷哦，来运啊到鹿港的彩池啊。啊，金星巷是要创啥物的？伊是即个鹿港的较早用过福建天过哦，的即个后巷啊。啊，伫遮啊，你当听到足侪邻家即种日常生活的声音，比如讲咧看电视的声音，还是讲咧煮物件咧炒菜的声音。煮开门。煮物件，今仔日足详细，对啊，足详细。就完了，煮物件，啊是可能嘛听到咧拍囡仔的声，咧拍家的声，所以你会当伫金星能听到鹿港人的生活，各种的声音啊。所以我家己嘛只要行这条这车辆无多，啊你嘛咱直接监视着讲，这种安尼弯弯翘翘的这种鹿港的这种正版的巷啊，就亲像一条红砖啊色的毛啊。因为鹿港较早是挖海啊，所以我感觉这个所在有真侪拢甲较早海洋时代有关系啊。是，好，刷来咱就按这个金星啊一直行，
一直行，咱就来到鹿港的第一菜市场哦。这是我家己上喜欢的一个所在哦。鹿港第一菜市场，你用要讲是这个规工拢会当伫遮满足。就是补充着你家己所需要的物件哦，比如讲下早的时阵哦，就一市场就是早市啊，会当买菜、买肉、买鱼，哦，买猪肉吼，猪肉啊，买鱼、买肉、太鱼，你可袂使念迄个鸡鸡鸡鱼、猪，龟鱼也猪泡鱼，也猪泡鱼，也猪配鱼。你野猪配鱼，野猪配鱼，野猪泡鱼，野猪泡鱼。阮鹿港人咧讲话发音较弯脑，用脑来发音嘛，你看一般用片仔来发音无啥共。足好听呀！是，我嘛，这是我感觉全世界上好听的语言，这是台语加英国腔，就是鹿港腔啊。好，我刷来就是来到这个第一市场，我通常会该暗下晡来才食点心。是讲暗晡这嘛一寡陆陆续续一寡单位会开档呢。我会记我较早囡仔定伫遮咧食面线糊，还是讲伫遮咧食肉粿的时阵哦，我会看到迄种出山人为遐行过，喺镇上为遐行过。就是讲，因为真侪时阵，鹿港的即个菜第一市场拢是每一个人日常生活，逐工一定要徛奥多麦经过的所在，就亲像逐个人的公园共款咯。所以你著伫遮食面生活食到一半，你看我出山位头前经过啊，足趣味啊！讲出山的，迄人办丧事的时阵经过，因为伊要经过王生遮，伊还佫对咧顺利逐工会行迄条路啊。伊最后一道。对。我们鹿港最重视这。拄正讲即个面线糊啦。以外，伊佫有讲到一个食物的名，你有听到？肉，我有听到肉，我唔知影后一字是啥。肉丸哦，阮鹿港人会读做肉粿。啥人叫做肉粿啊？因为这个阮中部，其实我出社会了，我才知影讲是咱中北部会食煎，南部会食粗的。用炊，我讲食粗的安尼。这肉粿就是这内底包肉，外口会裹一层，会甲回一层，摕落去煎。所以就是咱看到咱今日这肉粿哦，这是我感觉全世界上好食的肉粿哦。啥来讲是上好食？因为你会看到讲观顶写这三代祖传，这是因第二代。听讲即马第三代少年一辈嘛开始在做安尼。所以你会当若食这个肉粿哦，若听我讲这故事哦，因为较早阮爸嘛出来食这根肉粿，所以我感觉讲其实真侪在地人对美食的，伫讲最好食的物件的观念，拢是一种非常有基地的、非常有家族性的。阮若讲较早就找着甲因即运的，因顶一运的食肉粿。阮爸就是甲因共一运的，阮爸佮带我去食肉粿，所以因兜的三代嘛是阮兜的三代，所以我即根肉粿食大汉尔呢，就是现主是恁大家所食的，用煎的肉粿，所以特别用阮种较内行食，较早阮爸会带我去食，时阵讲要食一组肉粿，一组肉粿就是一粒肉粿配一碗丸仔汤安尼，或者一组。所以你今仔恁若现主是恁来到即间林肉粿菜市啊，即间林肉粿，你甲讲头家我要食肉丸哦，一定互你一碗丸仔汤。听无？食肉丸跟丸，啊，一食肉粿，但即拢有听有咯。你学起来呢？食完肉粿，恁就感觉讲，想要啉一凉的对无？是烧的嘛，油想要啉一凉的，所以咱看后一张。这来到对面的即个木龟牛林啊，这嘛是我自细汉啉嘛到大汉的木龟牛林。这是暗时开的啊？暗时开，这是我的宵夜啊。宵夜？宵夜食木龟牛林。伊几点开？差不多下晡时间就开始开啊，到可能暗时12点甚至会到饭点啊呢。这是我较早就是自囡仔的时候，我就去啉的木龟牛林啊。我按内底这袂假，后来佮啉甲因生两个后生。哎呦！所以这木龟牛林其实搞得足顺的，是用迄个牛林甲木龟啊咧。我们公园做阮的宵夜就是饭单，就是阮得配着一杯木龟牛林，然后咧食这个熟芳高粱，内底有即个迄个奶油甲即个果酱啊咧。合做伙是阮的即个宵夜，阮固定的食一组啊。这是阮鹿港人，我家己上喜爱食的一个宵夜。这是干那你还是足侪鹿港人？大部分拢是安尼啦。你今仔想要食甜的话啦，想要食卡的话咧，食木龟牛林安尼。你暗时拢啉木龟牛林，恁拢无啉烧酒哦？好时你就问到重点哦啦。系啊，怪怪，怪，所以番来啉酒啊，番来去食一个即海山蛋。对嘛，总是要有海山蛋嘛。对，都挖海嘛，对无？对啊，我爱食海啊。对，讲到挖海，尤其录音时间，佫是寒人，所以阮鹿港有一个名产，其实嘛是鹿港人最爱食的，叫做乌鱼。
乌鱼，啊，伊讲的是乌鱼子，无时阵今仔日带来，这是鹿港的乌鱼，插一个乌鱼标。所以咱食迄乌鱼子就是这乌鱼。对，一公一母啦，一公一母啊咧。啊，这是乌鱼标。这是标，这是乌鱼标吧？标，所以这是查甫的，查甫的啦，乌鱼子是查某的。对，是这配比率是上适当的啊。配比率。就是阮鹿港伫到即个季节的时候，阮就食乌鱼子，无是乌鱼。较早囡仔像甲老爸啊，是讲甲家己一寡朋友去外口食海产蛋的时阵，我拢会食乌鱼标配米露啊咧。迄是阮即个国人的时阵一个基地啊。这个口感像啥物？这个口感嫩嫩。嫩哦。嫩啊，像啥物？这个啥？鸡佛啊，不是？鸡兰糊啦。系啊，是吗？鸡兰糊啦有是。差不多物件。差不多。所以其实是适合配酒的。你更加去做酒来提升伊的这个口感啊。爱做三杯的气味嘛。对，无对，你弄内行的。所以按这个龙山寺啊，经过这个金星行弯弯曲曲金星人，啊，最后来到这鹿港的一菜市场。所以特别拿这个朋友来到鹿港，拿多好，拿多有这个呛死，拿运气袂歹的话，拢会拄到阮鹿港暗时的一个祭典，或者暗风安尼哦。暗风哦。啥物是暗风哦？就是暗时这个王爷的出巡。因为鹿港较早是一个港口啊，啊港口就是大家的人来遮趁钱，啊会刷来遮住，啊当然就是啥物即个物件会带入来，当然佫有一项物件就是传染病嘛会带入来，哦，所以当中就最传染病，瘟疫，传染，伊当做得瘟疫安尼，所以王爷当中就是负责，比如讲宋创伊就有钢枝要爱即个王爷来发的，就是甲这瘟疫甲除掉，无其实造成大家人的辛苦病痛咧。所以你到今仔日，迄个暗风通常会伫即个7月份了会来举办，啊，就是这其实拢无法度去安生当时啦，啊，就是7月就是咱你讲4月是几个嘛？啊，规个的类似讲，咱即摆学校的囡仔要开学去学校，但是总是有质量的囡仔无想要去学校，然后就即个时阵，就爱王爷来甲拽部分夜鬼甲收收啊咧，啊甲带转啊。7月这个时阵，就是大家应该要做阵来离开。对，啊，毋过会有较古怪的，较古怪留伫遮。嘿，所以迄当中就是暗风的主要就是要甲咱地方的刷开甲送走。所以咱现主时咱看即个影片，迄是我前几年甲朋友带朋友来鹿港的时阵，拄到暗风的时阵哦。你看人讲其即摆暗风哦，真闹热，迄甲上较早的暗风无共。上较早暗风可能是角头内的王爷去出巡安尼哦，啊做庄严的，啊有这大梨啊，阿里头前，啊王爷伫后壁安尼。啊，即两顶叫做类似讲，今仔日耗子甲我拢是中华人，看中华人最亲切的无？啊，两间钓到咱小可爱杀住一个迄种感觉，嘿，就出来迎接一下。所以鹿港的暗风，我感觉讲是真代表鹿港的即个非常哈酷的夜生活啦。拄好呛食物的话哦，我拢会特别来带我的朋友来鹿港，现所来看倒一个这暗风哦，啊来感受这种鹿港上传统、上迷人，这是一个固定，伊会无共时代诶，即种送鸟伫鹿港这所来发生。感谢各位。讲到这个鹿港的夜生活，你讲这个暗风的时阵，你讲是这个旧历7月嘛，以后的代志。哦，但是你也知影哦，伊鹿港伊咧普渡，咱一般是普15嘛。对。伊是普规个月。阮用一个轮普，一个普渡歌。普渡歌，因为伊普渡普规个月，而且逐工伊普渡，逐工拢有，啊，逐工普渡的所在拢无共，所以伊也用做一条歌，啊，甲迄个普渡的所在写出来。是，迄类似咱你讲的学校园游会的感觉。你讲逐工拢有好在好兄弟，逐工拢去每一个无共款的角头社区食饭啊咧。今仔日一个鹿港人，伊若袂晓唱普渡歌，伊就袂使讲是鹿港人。啊，你讲唱我会晓唱，但是我敢会晓唱，我就是袂我爱看数啊。哦，你也知影鹿港迄个水沟迄个坎挂顶悬就是普渡歌呢。对，阮的这水咧坎水沟啊，迄个梯啊。关键是写普渡歌。对，真嘞，伊的文化就是安尼，你逐工拢会搭着，逐工拢会经过，逐工拢会看。所以看就是浸伫迄个环境大汉，用鹿港人咧甲外口人环境玩的拢是历史的深度。对。台湾嘞。有无是咱个人关系啊？我就是京都人的迄种特色啊。对。所以欢迎大家来鹿港佚佗。对。
带来玩咱的有机酱哦，哎，要来澳门佚佗哟。无啦，要家己啊，家己，对啦，哎，来家己佚佗。这咖啡香有这个猫啊，哦，是足够水，头家家己设计的牌啊，阮有穿这牌，哦，这有汤酒好大家哦。抽，因为我有准备奖品手机啊，哦，送手机啊！送手机啊，真好着。你记是啥物手机？哦，真古水耶！暗时的文化路巷仔内底啊有一间抓汤，什么？家里有抓汤哦，啊一张。抓大酒。你想要啉吗？什么？什么？我唔敢啉呢。哦，真的唔敢呢。啊，来家己佚佗。大家好，我是对澳门来的嘉义新妇 Yuki。今仔日和我这个澳门人带大家去嘉义看卖有啥物好耍的，伫暗时的时阵哦。好，嘉义是这个有300多档的历史的所在，咱这医生哈画家拢足有名吼，所以好或者嘉义这个所在真正有这个艺文气质的所在。吼，一间是小册店。吼，即间店吼足小的，嘛足舒适的。吼，你看到外口就是一间三角形的厝啊，行入去就看到即种传统甲现代夹做伙的感觉。伊是开暗时的，所以开到2点哦。啊，你去之前哦，一定爱甲伊问一下，今仔日敢有开？因为讲咱家己人哦，开店的时间拢无一定。所以讲，吼，你来遮就会使啉咖啡、啉 whisky。啊，看册，海港啊，就享受这种人甲人之间就交流这种气氛，真好安尼。对，你讲会使啉威士忌，这应该你就爱对哦。，去册店啉 whisky 哦。册店啉威士忌，啊，是毋是有一寡人过会踮遐去读迄个诗文？西塔西，你看这个，这敢若沙龙呢？这感觉就好。你暗时的时阵有无？啊，1点的时阵，迄是足安静，突然间无人啊，伫迄个册店，啊，你头一夹，嘿，啊，头前哪有一个人？啊，而且这个人哪会写做缘投，嘿，有无？你莫讲你呢。这个感觉是毋是袂歹？啊，伊手佫摕一本册，啊，行咧，伊就开始念迄个诗文，这个感觉是毋是足好？你讲海爱看是啥人？爱看是啥人？嘿譬如讲，嘿，一碗串冰，这个时代真趣味。一碗串冰唱现意，白色的影，望你永远纯情到水。红色的豆花对你的思念挡袂住。哎呦，这两块布丁，江万青春大你互伊放袂去。哎呦，啊哪有？上尾后，迄个牛铃歌，念着你，一世人伫咧你的身躯边。哎呦，影传情大日心，食完满面春花开。妈妈咪春花开啦！来啦，啉者啊，好大，whisky 呢？whisky 谢谢。哎呦，这是这就是讲伫咧家己深夜的册店拄着你的，拄着你的爱。所以我讲爱看是啥物人啊？这阮兜的自豪啦，无去无去嫌啦，哦谢谢。真好啉。哦，这真正有是无头，顺呢？这无头的呢，哇，感觉真好。那走落来，哎呀，来去一间吼 ，In Coffee，因一张来遮吼，就是暗时你带迄个少年人足爱去的这个所在，但是有这个原因，这个咖啡厅有这个动物，吼，伊就是足够多的，猫啊。猫啊，猫啊谢谢，是毋是足够水？点鸟，因为即马吼，大家若是店内有猫啊，对无？你心里一定明白，对无？大家拢来，真的哦，因为大家拢爱，
就疗愈的啊。对，就是疗愈的感觉。嘿所以讲，你若是今日心情足郁卒的，足无爽快，就来甲你泡咧，稍稍咧偏一下吼。安尼啦，安尼啦，人去迄个家己听安尼啦。啊，你安尼啊？你嘛会甲你安尼撸安尼。嘿啦，较远的较远。无啦，是讲猫某恁袂过敏哦。我会过敏。我大概若拄着猫，我就开始拍卡我有手。饲猫啊。哦，你是猫。哦，安尼你应该就爱对。对，这个家己听。所以来遮吼，就伊的心情足爽适啦。好，咱来家己的野象啊，毋那是少年的专利哦。咱来看这个鸦片，哦，有这个所在吼，伊的日头暗时人比日头搁较济，吼，搁较热热。啊，有时段出来运动唱歌、跳舞，哇，真係足热热的啊！伊个野象是袂输少年人，足拍哩的，安尼吼。我感觉有的时阵是大人伫迄个公园底下跳舞的时阵，拢足古锥，因其实足想要甲你分享的。真的呢。而且是每一工拢有哦，逐工拢有，有两个公园，有文化公园甲中央广场。中央广场，我甲你讲哦，这个中央广场，因为阮阿嬷是梅山人，啊过年的时候，我会倒去梅山找阮阿嬷，暗时的时候，我有当时嘛去中央广场去遐耍，有人踮遐咧耍鸟啊，耍鸟啊，你看，这就是家己这个中央广场，嘿，迄个感觉色，迄个人是吧？伊踮遐咧耍鸟，伊就讲，鸟分你做伙耍，嘿，伊就叫迄只鸟啊来我的迄个脚踏顶悬。你看这鸟啊，对，暗时踮遐咧耍，啊，足侪人，啊，足闹热的，啊，佮伊讲哦，这只鸟啊，足古锥的，袂咬人，叫后一秒伊就为我的耳孔在甲咬，在甲咬咧。你看人啊，迄动物会使感觉啦，伊有感觉就对啦，哦，安尼哦，规个拢好去。好啊，有一种吼是老家的人才知影的暗时消遣。你讲老一辈的人，老一辈人，吼，咱看这个相片，有看卖这是啥物调？哦，哎，有看嘛？迄是啥物调？我电影的，例如养乐多，哦，干嘛点？无啦，干嘛点？合彩这咧签牌啦，签牌啦，无遐简单吼，来一张，来，这个所在哦，这个店叫或者是时代，真有年代的感觉。哦，这是大人囡仔拢爱去要佚佗物仔的所在，所以伊有90年代的佚佗物仔，嘛有进前迄种网咖，啊，上特别就是拄则看的迄个壁，吼，啊，后一张头家家己设计的牌啊，家己做的，啊，就互人抽牌啊，比大小的活动，安尼，啊，你1块5块嘛会使抽一届。安尼，啊，你点数较悬，你就会使换奖品。哦，这是毋是号做鸟车牌啊？毋是，毋是哦，无共款。哦，无共讲有时牌。嘿，哦，他车牌是楼顶有迄生肖迄种的。哦，顶头生锈叫鸟车牌，但是这是伊头家伊家己发明。家己设计的，这是甲头家招来的。对，安尼甲安怎算无？对，咱算一届吼，咱这是动物的主题啊，所以你若是抽到迄个两翅啊，就较悬，就500点安尼，啊是足少就是鸡啊安尼。好，好，啊我这就放在遮，啊阮有穿这牌，哦，这有通抽哦，大家抽，因为我有准备奖品，今仔日个奖品奖品是手机啊，哦，送手机啊，送手机啊，才好着。 17吗？敢会是苹果的手机啊？啊是干那米结果出来是山的手机啊！来一人3张，哦，才好3着。张的分数甲加起来，看谁较大。对，哦贴我一定抽到鸟鼠的啊！哎，这个有包装的呢，系啊，所以看无啊。你家己手工做。红包啊！ 3张，3张，3张。呢。阮较早，阮若是咧抽物吼，拢安尼看的。啊，你用看？这是较单巧的，这样等一下，我听我朋友讲，我听我朋友讲。谁看无？啊，你看无啊？来，再3个加起来。哎，我抽到马，好，咩？你爱加你的分数，应该是。 40，就加呢，别人你48，你40，加10分，10分，不要紧，3个加起来，三个加起来，啊好，加你是9， 9加甲0，你家己加9， 183分， 83，袂歹哦。
我才5你哦，镜十尔，头看者，我才5十尔呢。伊一只鸡啦，对啊一只鸡，一只羊，一只鸡10分20，啊你羊30，你50。 50啊，嘿，蒙者蒙者哦，你个会明白呢？啊，你若2支呢？你若2支呢？无啊，是啥物？ 40。 60分尔， 60。有分数就袂歹啊，爱笑啦。对啦，好啦，哦，我3只马。哦，就讲伊80。我手马抽3只马，啊，而且带来是马年。嘿，哦，啊，还8只。有讲拍开哦，大家看卖啊，这手机啊，真的咩咁样手机啊足，轻的上新的苹果手机啊，手机啊，哎，哦，这个是这支上贵，我小海豚，这个是什么手机？来我朋友，哦，真古锥耶，哎，够有重量呢，你对对看嘛。嘿，刚才我无抽到嘿。他这个真明显呢，吼，你声拢听啊，得你暗时到是。食啥？哦，我啉烧酒尔，暗时无咧食。不是安尼用诶，不是安尼用诶，爱甲伊哦，还赖打哦，哦，赖试看卖，你试看卖，试看试看卖。哦，是这哦。哦，赖打。所以我有问题真有呢，意思。这阮生了会当炸转去啊是？就是换奖品啦，店内的迄个佚佗物啊安尼，换你奖品看你几点换什么礼物？几点？好，咱算了后，咱巴肚枵吼，咱来去食物件吼，来家己吼一定爱食啥物？鸡肉饭，对不对？一定爱你今仔是安怎？你安尼换冬天啊？哦，你安尼袂使，迄若冬天就会寒晒。话落工了，安尼袂使。你来家己吼，今日介绍一间很上特别，伊是南亭鸡百饭，伊开伫南亭市场隔壁，伊开的时间足长的，就是讲下晡5点开到隔顿工的12点。啊，为什么开足长呢？因为讲市场做工课的人足忝足辛苦的，所以讲你会使下班了后，会使啥物时阵拢好，拢会使食到一碗鸡百饭。小小的鸡肉。对，真正足幸福、足平凡的这件代志，安尼。啊，嘛有这吧台的感觉，所以来家伊是吧台，毋是啉酒，啊是食鸡百饭安尼。后一阵来，一定知影讲宵夜就是来上老爷所在文化路嘛。啊，嘛还有足侪物件食吼，但是你敢知影暗时的文化路无共？文化就是有外摊，吼，有无共款的物件，拢是在地人拢知影去的。好，后一张，咱来看这个巷仔内底有一间抓汤，什么？嘛足少看到吼，抓汤，抓汤对，哦。家里有抓汤哦。你敢食吗？我细汉就食迄个抓糜，哦你，细汉的时阵食抓糜？伫澳门的时阵，澳门的糜嘛上有名，啊对对糜，好，哎，我毋捌听过澳门有抓糜你的。确定你是澳门人？有啦啊，是有你住咧啦，花西街？台湾走红，澳门嘛有，好，搁较进阶咧，后一张。哦，青色的呢？这敢若是伊的蛋还是肝还是啥货吧？我敢若捌看过台抓内底有这较个物件。进阶的来试看卖迄个抓打酒。那你这敢有知？哦，你想要啉吗？来，啊，什么？虾米？虾米？我唔敢啉呢。哦，真的唔敢咧。所以讲，咱家己吼足精彩的，暗时吼有读册的人，有食物芳味，啊嘛有这种试看卖的物件，所以欢迎来家己，谢谢大家。哦。安尼这个咱内容安尼听落来，感觉这个已经变家己人，毋是澳门人。哎你呀。看到毋是讲家己就有册芳的，较有册芳到抓吧哈。无啦，你读册了，巴肚嘛是会晓啊，敢免顾巴肚咧，对无？嘿。
收。来哦，大家捌倒腰吼，等下阮一个是食饱的，一个是食饱的，到底暗时啥物款较重要咧？来有请。来哦，有通吃咯，紧嘞紧嘞，啊，来去来。哇！今仔摕是无共款的鸡汤哦，迄是哦，好，安尼我再倒你好。来啦，老师啊，领上好啦，对。咱今日是酱一刀面线糊，啊，不要乱啉。啊，直接安尼啉就会使啊。唔免用藤丝啊。是哦。龙岗的囡仔，大家拢会用这种方式来食面线糊。哦，今仔真精彩哦，歹豆诶，到底要豆咱的鹿港的夜生活，还是咱家己的夜生活？开票！哎呦喂呀！等下阮一个是食饱的，一个是食饱的，到底暗时啥物款较重要咧？来有请。来哦，有通吃咯，紧嘞紧嘞，啊，来去来。哇！有汤诶！哎呦，鸡汤呢？鸡汤。哦，水，来。哦，这金就饱的针呢呢。来哦，金针今仔鸡摕是无共款的鸡汤哦，这是什么？夏草啦，冬虫夏草一哦，这咪支吼，金针，不是啦，伊讲黄金藤草，黄金汤草。黄金藤草，什么是黄金藤草吼，黄金虫草。虫草，哦，伊就是一支吼黄金金的，无气梗，气梗？气梗，哦，卖最重要就是提升免疫力，哦，真好诶。哦，这个即摆寒人就是爱穿食较。对，所以我今麦要准备洗囡仔啉这上午餐对无？适合好了好饮呀。加啉过。而且这是伫夜市啊，会使食到这种大饭店的好料哦。也是啊，咱食这比较饱的。板豆菜，板的对，所以咱家己真正注重养生。加伊啦。哦，袂歹呢。伊这个口感足温顺的，哦，气味嘛是安尼温润啊。啊，鸡肉嘛是安尼食油，润有鸡肉拢变成这金光闪闪的色。你讲这个鸡汤，当早的鸡汤是一个文化咯，就是讲，毋是讲暗时无共嘛，嗯所以讲伊过了迄喷水，就这条路，这条文化路就有肉汤，有dinner，电报，啊，搁有迄种拄则迄个蛇汤，对无？所以拢是补的呢。拢是补，所以讲这条路就有趣味的，就是早顿是早起的早顿，啊中昼就卖饮料，暗时才补。哦，你这个汤我有够解，我昨天家啉过。另外，滴有够好啉的。好啉。好，安尼我再倒你好。对啦，老师啊，领我中华人这个我中华人有来啊！对啦，啊中华是啥物就哈？今仔日带来是阮鹿港的面线糊。哎呦，米刷你看，而且今仔日免用到汤匙哦，咱今日是酱一刀面线糊。一人一刀身体。来，啊，敢是爱甲伊对，咱先把这个甲拍开吼。拍开。嘿，阮鹿港人啊，但是应该是讲较早阮读鹿港国校啊的时阵哦，阮咧福利社拢卖这面线糊一包的时阵，啊，较早教师囡仔巴肚拢会枵啊，啊，就是爱光阴卖一包这来食，啊，当阵拢囥甲呢，像即马呢温温，啊，因为下课就敢若10分钟尔嘛，所以你都爱赶紧伫这个教室外口安尼用倒的。就烧的咧。袂使，你一定要等温温的时阵，嘿，烧的去烫，烫着咱脑。唔免用汤匙啊！免，哎，足赶紧的，较等老师就要上课啊。嘛无可能。嘿，无可能，互你伫遐豆豆啊卡啦。啊，迄好厉害，阿姨会甲你放好。啊，还人嘛放一支水管互你数啦。嘛是咱用水管数，但是阮是无咧用水管直接倒。伊讲的用数讲数的是透早你去上课买早顿的时阵，你体院拿起来的时阵有无？哦，安尼。放香蕉，就讲放香蕉食面线糊。这你自由啊，徛伫这个金星行弯弯翘翘安尼。啊，你若是爱用较粗的树管。一定的，这都有肉，都有车吧。啊，其实内底料理最简单，有车吧，啊，两仁甲下米，啊，甲红面线呢。啊，不要乱啉。啊，而且安尼啉就会使啊。安尼来试看嘛。你只要用高手安尼倒嘛是会使。哎呀，你袂用一支手。手，你当作你咧拍广告哦。
咱大家做伙用一支手安尼。我无用这恁来，你试看嘛，你就感觉好的囡仔食这个面线的方式哦。你抓高手，抓高手就对了。来，咱用鹿港的这个面线糊来干杯。咱上上咧，家己是来干杯。来，即马下课10分钟，然后咱光面线10分钟。当，来紧哦。有食到啦吼。哦。所以你就知影讲。上课啊！上课啊！紧啦，我教讲要来啊。会使呢。所以你就知影讲，这需要练习，这需要练，这个代志需要练习。所以鹿港的抓囡仔，大家拢会用这种方式来食面线。哦。但是这要甲大家提醒一下，我讲你讲节目安尼食这个面线糊，你等于就咧买来你面线糊条讲，你这内底会烧起来。温的时阵才会使安尼食。足危险啊！你若真正要试看买啊，这鹿港的食饭的时阵，你先甲摸安尼温啊，会烧才会使食。哎，我即摆一定就搞起啊！哦，你可会使安尼拗起来呢。哎呦，我食到肉羹啊！我嘛有，啊，你个想看嘛？你个会当拿起来 TV 拿食面线我糊，感觉会使，因为伊会使吼。其实足足好好诶，嘿，所以咧食的时阵袂安尼规个老对对你叫拿豆丁就无法度啊。一起烤的啦。这是咱上正班的鹿港囡仔食面线。哎哦，今仔真精彩哦！足难的吼。哎哦，歹豆哎，歹豆嘛是爱豆。来哦，到底要豆咱的鹿港的夜生活，还是咱家己的夜生活？哎呀，菜，来哦，好，来，豆好咯。豆好啊！你搁咧想我？好啊未？无遮难啊，嘿啦，紧嘿啦，足难的呢。袂啦，拢好啊！咧等下全世界等你好啊，讲豆好来哦。豆好啊！老师讲讲咱落来3秒、2秒、1秒，开票。鹿港幸福，我先讲我倒有去，我感觉吼，澳门来，今仔日来咱的这个导览先生爱讲全程爱讲台语，这偌无简单嘞，偌无简单嘞，偌济台湾人袂晓讲台语，澳门而来。且伊伫遐讲的时阵，伊感觉就自信的。就自信的，因为这家己咧发声呢。伊感觉伊家己是家己啦。无唔对，真正是，有酷。我就是介意啦。感谢你来，吼，谢谢啊，你若到鹿港啦，想要拄要投，啊，来投票。因为我看到蛇汤，你有啥问题？是，惊一个，对，我就惊一个，惊一个。啊你咧？我是因为吼，伊正前其实都唔知影鹿港因下暗较好耍，因为下暗时阵拢想讲诶，唔知要去对，今仔看了后原来有遐尼侪新玩物件会当去，我感觉足袂歹的。欢迎大家啊！大家若是有真侪故事想要分享，还是你有想要讲啥物故事的话，欢迎来到咱的雷仲业来甲阮讲。啊，咱即摆嘛有家己的 YouTube 频道，啊，佮有官方line，啊，佮有短短台语台，后见再相会哦！拜拜，拜拜，鹿港啦！感谢咱的乡亲来台湾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